嘉义县的历史建筑万国戏院要投入4500万的预算，征收做表演甲电视教育的空间。8月初5就要封馆征收，因今仔日是举办上尾一摆的活动，让大家会当来做上尾的记录。戏院哦，那它的外观哦，其实就是以前这个战后大量盖的戏院样子向民众来说明戏院的历史，小介戏院内底甲电影有关系的收藏。8月初5了后，万国戏院就准备开2档的时间进行全面的征收。一寡民众知影了后，就借着戏院办活动的机会，来这做最后的记录。木头式的是现在电影院比较不常看到的。听讲伊过2天后就要拆掉啊，所以来翕一个相。足可惜的，因为以后就看袂到这啊。江明熙表示，万国戏院为2012年整理开放到今，拢是靠志工来经营甲管理，建筑物本身也是阁有消防甲安全的问题。透过文化部补助4500万，未来会当让万国戏院有更较好的环境。万国戏院的一个成长啊，是大家都可以看到，很多人慕名而来。那我们希望整修完之后，它的一个效益可以做到更大把它整个大林做一个推广咱嘛是希望讲地方的故事，这个文化，咱会使继续打拼，学讲愈好，嘛会使吸引愈侪人，甚至外国的人愿意来看咱这个无共款的文化。这为原本荒废的戏院，将做嘉义县的历史建筑。江明熙用12档的时间，伫这间戏院内底豆豆来经营。江明熙表示，地方要甲人口留落来，除了工业甲商业的发展，文化嘛是一件真重要的物件。希望未来征收完工了后，会当替在地文化发展带来更较侪的机会。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